我国2届奥运举重金牌女将许淑净，2017年征战世锦赛时被验出服用禁药，没想到现在禁药风波愈演愈烈。中华奥运原定今28日下午2点半要公布竞赛名单，不料才刚放上就立刻撤掉，但还是被动作快的网友备份。世界反禁药组织 WADA 6日来函，要求中华奥会公布竞赛选手的名单和竞赛期限，其中贺建许淑净的名字引发轩然大波。当时奥会副秘书长郑世忠表示，过去不公布是考量选手的隐私，并避免造成选手2度伤害。但现在 WADA 已经来函要求，因此就会公布。中华奥会原定今28日下午2点半要在网络上公布竞赛名单，但短暂上线后就立刻撤下，一共有11人在这波竞赛名单之列。其中吴宙威还是去年全大运男子链球的金牌，目前就读国立体大。中华奥会公布的这11人，其中又以许淑净和林子琪为最大咖，其他项目并非奥运或亚运会等主流，也非国家队一级主力选手。